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11月10号。这一期咱们聊一聊 AI， 聊一聊 AI 诈骗 ，AI 的骗局啊。财新网、财新周刊11月10号刊登一篇报道，叫警惕 AI 带来的就业哑铃效应。这什么意思呢？他说人工智能 AI 对于就业的影响备受关注。日前，智联招聘发布的2025人工智能产业人才发展报告显示2025年3季度人工智能行业招聘职位同比增长 11%， 求职人数同比增长 23%。前3季度人工智能行业招聘职位数同比增长 3%， 求职人数同比增长 39%。面对 AI 就业的影响乃至冲击，有人为 AI 的到来叫好，将对其的不满和抗拒讽刺为卢德主义。有些人则谈 AI 而色变，甚至怀有末日情绪。还有人则基于过往历次技术革命的经验，认为 AI 在消灭部分传统就业岗位的同时，也会创造一些新型就业岗位，实现创造性破坏。AI 技术对于就业冲击比历次技术革命更为剧烈的撤离。面对前所未有的不确定性，人们感到焦虑也是可以理解的。当然，陡然焦虑或泛谈论创造性破坏无济于事。当前应密切关注 AI 对就业的结构性影响，就是有人对吧，因为 AI 而找到工作更好，比如说从事 AI 开发对吧，什么算法工程师等等。但是有人因为 AI 而失业。不要说国内你看这个最近亚马逊对吧，这个美国的很多高科技企业都在裁员，这咱们以前文章也介绍过。那么他们裁员和跟 AI 有很大关系，有的是在人工这边省钱，然后把这个预算投到这个 AI 算力这一块，加大投入等等。总之因为 AI 有人对吧找工作更容易，有人失去工作。北京大学一项基于招聘岗位的求职者信息大数据的研究发现， AI 技术特别是以大语言模型为代表的生成 AI 正在对中国劳动力市场结构性矛盾产生深刻的影响。技术进步带来两极化的趋势，即高技能和低技能工作需求增加，中等技能的工作机会减少，而 AI 技术进步加强了这一趋势。哈佛大学则有研究认为，生成式 AI 在美国就业市场有资历偏向的影响，对初级员工冲击大于高级员工。具体来看，采用 AI 的美国公司中，初级岗位人数相对下降，主要是由招聘急剧放缓驱动，而非大规模裁员。此外，现有初级员工晋升力上升。不过，哈佛研究也发现，在美国 AI 对求职的影响与后者的教育背景呈现倒 U 型关系。第二、3级院校毕业生受冲击最大，第1级和第4、5级影响最小。这个提示我们 AI 对于就业市场影响机制十分复杂，背后是不同经济体的发展阶段、产业结构、人口结构、生活方式等因素差异。很多研究都显示 AI 对于就业市场的冲击是不均衡的。有研究者将高技能与低技能岗位同步扩张，中等技能岗位持续萎缩，这一现象称之为哑铃效应。算法工程师、AI 产品经理等岗位需求强烈，这类岗位要求开发者具备跨学科知识整合能力，与医疗 AI 领域同时掌握临床医学与机器学学习技术、数据标注、AI 训练师等基础岗位因技术门槛低，成为传统制造工人转型的缓冲带。而会计、行政文员等中等技能岗位因标准化流程容易被 AI 替代。部分行业此类岗位需求已连续数年负增长。这种分化是技术逻辑使然，毕竟 AI 擅长处理规则明确、重复性强的任务。面对 AI 对于就业市场的现实冲击与潜在影响，政府、企业、学校等社会各界均应积极有为。这个财经网他说这个国家要采取哪些应对措施，我想这个都跟咱们没有关系面对这种 AI 造成的哑铃现象作为韭菜、作为牛马，在焦虑之旅倍感压力之下也还是要趁早转型，顺应潮流，顺势而为，不能等着政府出台什么政策，那个离我们太远，现在是等米下锅。所以 AI 对这个就业的影响确实有些人对吧因此受益，有很多人恐怕因此而失去工作。我们作为牛马要提前准备，要顺应这个潮流，不管你愿意不愿意但是就像任何一门新技术，就像任何一个高科技，骗子他们不焦虑，他们欣喜若狂，他们是这些高科技这些应用人工智能等等第一批受益者，他们更
盼望着这些新技术的出现啊，越玄乎越好。无论从这个什么元宇宙，对吧？新能源、人工智能，有的甚至是概念，不是什么技术啊。你看现在还有人提元宇宙吗？好像这个词儿都没人提了吧？那当然，2年前、3年前多火啊，现在没人提了吧？好像这个元宇宙死了，消失了，就好像没有出现过。所以我们要讲一讲啊，这个人工智能对我们普通人带来冲击，面临焦虑、面临选择的同时，我们看看这个骗子是怎么样利用人工智能，已经开始盈利了。在这一块啊，人工智能这个你说创新，对吧？我们未必是排第一啊，但是利用人工智能盈利，这个我们肯定啊，妥妥的是排在第一的，无可争议啊，遥遥领先。有个叫娃哥的博主啊，他说他花钱啊，专门混进那个 AI 那个诈骗组织，他想搞清楚这个 AI 诈骗组织到底是怎么运作的，他就把自己当做一个受害者，他就去，你让报课他就报课，你让升级他就升级，反正他就往里混，然后听他讲述啊这个 AI 诈骗。大家看视频。昨天我去参加了一场 AI 诈骗大会。2周前，我混进了一个打着 AI 财商课幌子，专门骗江浙3、4、5线城市中老年人的诈骗群。在群里听了10天的线上课，昨天我花了199块混进了他们的第一场线下大会。这帮骗子可真他妈太狠了！当 OpenAI 这些全球顶尖的人工智能企业还在1个季度亏100多亿美元的时候，诈骗头子们已经蹭着 AI 概念，用最传统的资金盘模式实现了1年上亿的盈利了。来，娃哥给你讲讲这套模式，保准 OpenAI 的 CEO 奥特曼听完都得跪下称爹。我们在各个平台上肯定都刷到过 AI 变现月入2万的视频，这些视频里充斥着零门槛5分钟生成爆款，70岁老人也能学会包教包赚的字眼。只要你点击链接，就会被引导加入 AI 创富的微信群。进群前3天，每天都会有导师免费授课，讲解如何用 AI 一键生成广告文章和广告视频，并承诺这些广告可以轻松在短视频平台上变现。进群第4天开始，就会有成功学员亲身讲述 AI 变现月入2万、财富自由的故事。成功的故事连续听了2天，到最后1天，导师就会跳出来说，周末我们要办一场线下公开课，线上学的都是皮毛，真正的大招全在线下，还有包学包赚的真正的大杀器。费用不高，也就199块，你交了199就会被移出微信群，加入到名为 AI 线下实训课的钉钉群。从入群开始，一直都有各种自称往期学员的人在钉钉里面去晒某个广告变现后台的余额，去晒他们赚了多少钱。昨天赚了2000，今天赚了3000，明天又接了3个广告单子。你娃哥也算在互联网圈里吃过见过的人，就我看到钉钉群里那些天天晒单晒余额，我都有点激动。妈的，就明知这就是一帮骗子，却忍不住对周末的线下大课还莫名其妙期待了起来。等到了周末，一进会场，满场都是熟悉的味道，参加活动的人全是熟悉的3、4、5线城市的中老年人。导师一上台，味儿全对了。我操，原来站在台上讲 AI 的那个坏批，不就是去年讲保健品、讲大健康的那个坏批？我操，原来站在那个坏批旁边的，不就是前年搞空气币、搞资金盘专骗老年人的那个老登吗？就现场节奏也是熟悉的3板斧。第一幕，导师 A 上场，先讲一波国家大事和地缘格局，再撸一波财富分化和掘金趋势。你知道美国为什么制裁中国吗？因为中国即将在 AI 上赶英超美，马上就要把美国从全球第一的宝座上拉下马。AI 就是中国赶英超美、掀翻铁王座的挖掘机。你知道你为什么现在还赚不到钱吗？就是因为你还没开上 AI 这台挖掘机。你看，马云在搞 AI， 马化腾在搞 AI， 马斯克也在搞 AI， 全世界姓马的有钱人都在搞 AI。 你没钱不是因为你不姓马，是因为你不搞 AI。 第二幕，导师 B 上场，直接就开始给你讲他们的 AI 产品。大致的意思就是他们搞了个软件平台，你成为这个平台的注册用户之后，每天可以一键生成 AI 广告，他们把你生成的这些广告卖给各个企业，你就可以
抽成挣钱。你在后台每天都能看到自己生成的广告赚了多少钱。总之，你每天睡醒就打开手机软件，你只要点2下生成广告的按钮，剩下的你就不用管了。你不用管生成的是什么样的视频，你也不用管它怎么卖出去的，你更不用管它卖给了谁，你只要盯着后台，你看你赚了多少钱的收益就行了。后台看到的收益随时都能提现到银行卡。围绕这款产品，人家还提供了4套不同价格的方案，就是上面这张图。这4套方案看起来很复杂，但娃哥2、3句话就能给你讲明白。方案 A 一天能生成20个广告，卖你8800。方案 B 它能一天生成40个广告，卖你13800。方案 C 能生成80个，卖你19980。方案 D 能生成80个，但广告质量更高，能赚更多抽成，卖你26800。反正总之呢，就是价格越贵，生成的广告数量越多，质量越好，你后台的收益就越高。你不仅能买来自己用，自己赚钱，而且还能一次性买10套，你就能发展下线卖给其他人，其他人生成广告的收益你也能抽成。反正就是你买的越多，级别越高，抽成就越多，后台收益就越高。记住，娃哥提到的收益，所有说的都是后台收益，不管你自己广告的收益也好，还是抽成线下的收益也罢，都是你先在后台看到，再提现到自己银行卡里，它都是后台收益，不是及时到账的。怎么样？熟悉不熟悉？味儿正不？听到这里啊，我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大家，这就是传销。我为什么这么肯定呢？因为我亲身参与过传销。我看娃哥说的这一套啊，那跟我遇见的传销是差不多的。有很多老粉丝知道啊，我上大学的时候，我参与过传销，而且我发展的下线好像有100多人呢，是当时还是非常庞大的一个组织啊，但是没赚钱。这里要跟大家说一下啊，我做传销的时候，传销还是合法的，国务院啊这个禁止啊这个传销啊，好像是在1997年。我在国务院禁止之前，就感觉这个传销不对味儿了，想割一把就跑这种感觉，所以我们果断啊退出。那个时候传销不像现在啊要死要活，那个时候因为刚在中国发展，就像任何新生事物一样，它显得好像很合理。那时候在大学校园里面加入传销的这个条件是买它一套这个产品，那个产品叫芦荟精，不是叫矿物精啊，反正包治百病，没病强身，有病治病，就这么个东西。只是它怎么整出来的我也忘了，好像什么深海，反正那概念非常新啊，提炼出来的。当时啊说贵也不贵，说便宜也不便宜，我记得是200多块钱2盒，你买2盒200多块钱，你就加入了传销组织。加入传销组织之后，就开始各种培训呢，就跟那个娃哥说的是一样的啊。先是上课，上课的时候有个讲师，那个讲师那个时候他腰里就憋着手机，你想想啊，96年，然后这个头发梳的特别亮，而且是往后背着啊，就像那个新闻联播里面一样，梳个背头。完了之后，他还请我们几个骨干吃饭，那是我们的总上线啊，请我们吃饭。然后那个时候你上大学都穷巴巴的，抠抠搜搜的，对吧？那个时候我们也上馆子，偶尔上一次馆子，大家都知道吧？点菜的时候都要先看价格，对吧？10块钱以下的豆腐丝，对吧？花生米先来2盘，10块钱以上的要掂量掂量，征求一下意见。结果这哥们来点菜啊，直接把后面的价格摁住了，挡住，说你不要看价格，随便点。但是就给我们很震撼。他说我的理想就是下馆子点菜不看价格，我现在实现了，通过这个传销。但我们的理想也是啊，就是肉随便吃嘛，但是不是条件不允许嘛，捡贵的来吧。这个就是当时啊，就是我只是回忆这些啊，然后上课，然后什么 ABC 法则我还记得，如何2个人啊去搞定一个人，说服一个人，发展成下线，叫 ABC 法则。还有什么呢？还有去就是刚才蛙哥说的，加入他们的大课，就是那种叫我们那时候叫激励什么会，激励会吧，激励也是的，好几百人在一个大礼堂里面，各种互相激励，各种打鸡血。那个时候不像现在啊，打爱国牌，什么要超越美国，永争第一。那个时候说的是啊，你什么都没有前面这个健康重要，健康是1，你的钱财是0，你的职位光环是后面的0，等等等，对吧？你无论你有多少个0，你没有健康这个1啊在前面，你啥也不是，一顿洗脑啊。然后也有各种讲师上来啊激励，还有各种人现场说法，如何通过这个传销获益，改变了人生。一顿激励啊，现场再加上这种音乐啊催情，很容易让人这个亢奋啊，时而亢奋，时而这个泪流满面，感动啊，这叫激励大会。激励大会的这个
中间高潮部分就是领任务啊，现场交钱买产品，扬言回去要发展多少个下线。因为我啊已经对吧经历过这一次，所以我对后面啊这个类似的这种搞法啊就有免疫力，天然免疫力啊。我们那时候发展这个下线啊，完全是因为这个他那个初衷啊，初心是好，就是每个人有病的人啊，你吃这个东西，你没有病你就强身健体，有病治病，然后通过吃这个玩意，然后我们对吧从中有一份收益，是自用，不是卖货，有点类似于现在那个叫做安利，有点类似啊。所以我们是这么想的，所以每个人交260多吧就能加入，然后就没了，我们自己也不吃，新加的人也不吃，他就买一罐不知道送给谁吃了，有的没吃啊，有的吃了。我们那个时候嘴馋，打开吃一半，然后拿回去退换。我记得那个时候好像是在保利大厦那个总部啊，北京的总部啊，我们经常去那儿退换货，不是退，把那矿物金吃了一半了拿去换，说这个有问题，还是真退啊。后来为什么我就退出了呢？就是因为他突然要求囤货，每人买20套10套，搞个什么计划，说这样大家你能赚多少钱，他能赚多少钱，这一下引起了我们的警惕，这已经变成不像是那个初衷啊，是卖给需要的人，这个让我感觉这不就是像圈钱想跑是吗？所以我们赶紧把这个手上的那一罐拿去退了。那时候可以退货的啊，最后退会能退200多块钱。说来说去啊，那个时候还是比较规范的，相对来说啊，大家真不好就退了。现在你要退，你只能报警，报警也没用，这就是传销啊！你看看，至于卖矿物金还是卖人工智能什么生成广告，这只是形式变了一下，对吧？至于对吧？那个矿物金是包治百病，这个是让你盈利赚钱，对吧？一个是打健康牌，一个是让你发财，都是这个你的这个软肋啊，都是你的贪欲。根据这个娃哥说啊，他说至于什么一键生成视频广告，再把广告卖出去，这套业务流程全是放屁。人家就是弄了个假平台的壳，上面所有业务都是假的，后台看到的收益数字也是假的，纯粹就是骗你钱呢，自娱自乐啊！你这就是骗你钱去买他这一套所谓的工具产品，买完之后你开始弄吧，你后台能看到收益都是假的，你的广告也没人在哪儿投什么广告，你也别问，对吧？你要一问你不懂，这就是 AI， 这就是颠覆你以前的认知。讲到这一趴的时候啊，说现场的灯光突然就暗下来，紧接着德国战车进行曲突然就响了起来，紧跟着七彩灯球闪烁起来，咔嚓，讲台上突然就蹦出了个干冰烟雾缭绕的，突然就出来一个白胡子外国老头，旁边站着个漂亮小姑娘，老头叽里咕噜给你说一堆，旁边的小姑娘咔咔一顿翻译。老头自称是美国 OpenAI 的前研发负责人，当然了，也是这款 AI 产品的研发总工。今天临时空降现场，一来给大家助兴，二来给大家讲讲这款产品的来龙去脉。一个美国人为什么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去帮中国人研发这套 AI 产品，来打败美国，来跟美国竞争？这个问题要解释啊，你这不是吃里扒外吗？中美正在 AI 竞争啊，不要紧，因为这个美国人有大爱，因为他看不过美国搞技术垄断，卡中国脖子看不下去，因为他认为 AI 的未来一定在中国。你看看，很多人是吧，就上道了，热血沸腾了，情绪上来了。只要咱们这款产品加入，中美 AI 之战，美国就完蛋了。前2天他们刚跟阿里云的总裁聊过，人家准备花1亿美元来收购他们这款产品，但是他们不卖，因为他们有大爱，因为 AI 是普惠技术啊，把爱传播给每一个人，不是把寒冷啊传遍每一个人，他是这回是把爱传遍每一个人，一定要让中国老百姓先吃上 AI 这碗饭。中国的老百姓太苦了，现在大环境这么差，老百姓能赚钱的地方只剩下 AI 了，要是被资本抢先了，对吧？要是被资本做了局，老百姓怎么办？国家绝不允许，资本先比老百姓端上 AI 这碗饭，国家绝不允许，他们更不允许。说完啊，现场就咔咔咔鼓掌。这个娃哥说啊，他身边的那个金华来的大爷眼眶就红了。紧跟着第3幕开始，上来2个大妈，你看分享啊，这叫分享，这套路还没变啊，就是 AI 改变了他的人生嘛。这上来2个大妈，先跟大家分享了他们原来在家里过着什么样狗屁日子，老公家暴她，子女忽视她，瞧不起她，社会淘汰她。幸好遇上了来自美国的老头，幸好遇上了 AI， 幸好遇上了这款产品，在日入5000，月入10万，还拉上了好姐妹，不仅帮姐妹改变了命运，还让自己的抽成收益也提高了。到这里那就得哭了，姐妹得哭，大姐的姐妹也得哭，现场老头还得哭。你看跟我这个当年传销那个现场是一样的啊，对吧？现场有人现身说法，说他吃了那个矿物金之后啊，他17年没起床，吃了矿物金3盒之后，神奇一幕发生了，他居然下床了，能走路，急了还能跑。一个拄拐4年的人吃了1罐之后，拐杖也扔了，神奇啊！我记得我同学就吃那矿物金，吃完就咔咔练。我不吃啊，
我特别讨厌吃那些甜不兮兮的东西，所以我坚决。我有同学偷偷的把它打开，然后泡着吃啊，喝水，觉得挺甜的，实际上跟麦乳精差不多。过去那个麦乳精呢，在一片哭声中啊，线上大屏幕突然开始倒计时，美国白头发老头导师助教一起登场，主持人现场大声宣布 AI 产品限时限量发售启动了，只收200名代理学员，拼手速抢名额。你就看着大屏幕上的倒计时咔咔往下跳。蛙哥说的啊，劝旁边的金华大爷冷静一点，你再想一想，大爷已经干了一套13000的豪华版，你根本拦不住。半个小时左右，主持人大声宣布200个学员已经招满了。实际上这个啊都是套路啊，前面有人假装有人在买，实际上这都是安排好的啊。就在大家感到遗憾的时候，对吧？他200个已经招满了，没有名额的时候，突然啊，干冰咔嚓一下又喷了出来，灯光突然又闪了起来，大屏幕再次倒计时，主持人大声宣布全球代理招募正式启动，只要买10套8800的基础款就能成为城市代理，买10套18000的豪华款就能成为地区代理，买10套2万的尊贵版就是省级代理。总之啊，就是一顿骗了。这个那结局就跟所有的 P2P 啊、资金盘是一个道理啊，跟传销就是当有人试图啊真的要提现的时候，如果你少，对吧？然后他那个资金盘子这个续的钱呢不够多的时候，他会让你提，这个肯定是这种套路啊。但是你要提得多，他会设置很多障碍，对吧？让你完成更多的任务，也让你等到他的资金池续的钱够多了，利益基本最大化了，然后风险已经越来越高了，感觉已经被有关部门盯上了，对吧？有人已经开始举报了等等，这个时候他就咔嚓一下把钱一转移，人走了，然后在群里发个消息，但我已经身在海外，大家开始哭吧，或者说大家可以哭了，对吧？这一幕也就再次上演。这种骗局啊，可以说是屡试不爽啊，就是30年前就这么玩，30年后还是这样。关键是就中间啊说法变了嘛，以前是矿物金，现在是各种高科技新产品，元宇宙、人工智能。但是我还有一点我要说一下啊，这个我们以前卖的那个有一款产品叫芦荟胶啊，那是真的管用。芦荟胶就是比如你手上有伤口，对吧？那个时候踢球啊或者是打球啊，经常身上磕伤啊、擦伤、碰伤了，拿到芦荟胶一涂啊，还真管用，不容易留疤，好的也快，亲测有效啊。那玩意儿现在还在卖啊，但是好像也不贵，20多还是30多一支，就一管子，像牙膏一样的。实际上啊，这个人工智能这样的高科技，对吧？不光是人工智能，还有元宇宙，还有一大堆什么，比如说芯片，骗韭菜，这个是小儿科，因为韭菜的钱有限，你能骗多少呢？很多拿来骗政府，这才叫是，对吧？大隐入市啊！你骗韭菜那叫骗子，骗政府你不一定叫骗子，你有可能是科研带头人，对吧？这个大家理解吧？你骗个人，对吧？你顶多呢资金盘搞个几十亿跑了，再搞几十亿跑了，也就这个量级啊，搞个100亿那就了不得了。但是你要骗政府，那这个钱，你说新能源汽车骗补贴能算吗？比如现在啊，这个以旧换新，多少车企或者多少所谓的企业在骗了多少钱走了，这还不算，还要骗地方政府引导基金的，骗地方政府土地的，骗地方政府补贴的，拿着都是高科技的这些名义，所以骗个韭菜不算什么，对吧？大骗子是骗政府，骗大头啊，那个才叫损失惨重啊！我记得咱们国家有个叫什么芯片啊，什么大基金是吧？好像第一批那个大基金里面的人都已经在蹬缝纫机了，对吧？上万亿的投资打了水漂，被谁骗走？所以骗韭菜啊，你就是个骗子，你翻不了身。但是你要骗政府呢，保不齐你还成为一个什么企业家首富，差一点呢也能成为一个学科带头人或者科研带头人。这些更高明的骗子还没有被揭露出，我想很快啊，但这个泡沫啊被吹散的时候，大骗子他才会现身。当我们个人贪婪的时候，我们很容易上当受骗；当一个国家急于求成的时候，一样啊也会上当受骗。好，这期节目啊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